接下来咱是要竖笛竖笛甲竖琴的双重奏竖琴咱是有林如文老师，竖笛是张老师，林如文跟张老师他们一向拢是踮咧湾区，因拢有咧教竖琴，所以他们真的没话讲。有一天，当我们在跟那个熟完在讲说，我想请湾区假如有很会弹竖琴的人，他们就建议说，我知道林老师跟他的学生2个人现在正要练习他们的竖琴。当我逮到机会，我就开始来邀请，他们义不容辞，就答应我给他们表演。多谢因的演出，谢谢。穿紫色是林如文老师，穿粉红色的裙子是詹老师，谢谢你们2位。第一条里面给咱奏一个前奏的夏日，第2条是海豚鸣曲，多谢大家静静来个欣赏。
师跟张老师，谢谢收下。